親愛嘅主啊，當我站在Niagara Falls 面前，聽見隆隆嘅水聲，看見萬水奔騰傾瀉，我的心深深敬畏你。主啊，你嘅偉大嘅壯麗不是偶然嘅自然現象，而是你手中嘅傑作。你說有光就有光，你命江河流向水，流向海洋，水就照你的話而行。天地山嶺瀑布，無一不是向人述說你的榮耀。詩篇19章1節，諸天述說神的榮耀，穹蒼傳揚你的手段。主啊，你的創造何等奇美，你的智慧無法測度。我今天能夠親眼看見你嘅偉大，心中滿是感恩與讚美。親愛嘅朋友，當我看見呢個瀑布嘅力量與美麗，就知道世界背後有一位充滿智慧和愛嘅創造主。他不僅創造天地萬物，也創造了你和我。他給我們嘅生命氣息和愛，並希望我們認識他，與他同行。但係人離開了神，選擇走自己嘅道路，結果最使我們與神隔絕。然而神的愛沒有止息，他差他的兒子耶穌基督降世，為我哋嘅罪釘死在十字架上，第3天死裏復活。只要我們相信他，接受他的救恩，就能夠重新與神和好，得着永遠嘅生命。親愛嘅朋友們，神的創造向我們顯明他的能力，但神的愛恩更向我們顯明他的愛。今天他在你心門外敲門，邀請你打開心，接受他的愛與赦免。讓我們一齊禱告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我感謝你為我降世，為我捨命，又從死裏復活。我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進入我的心，成為我的救主與生命嘅主。從今天起，我願意跟隨你，認識你，愛你，今生永遠不離開你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們。主啊，你的創造如此壯麗，你的救恩更是奇妙。願我的家人和朋友也能認識你，經歷你的愛，在你的恩典中得着永生嘅盼望。詩篇95篇3至4節，因為耶和華為大神，為大王，超乎萬神之上，他的心處在他手中，山的高峰也屬於他。阿們。